3立入股中嘉证券的丰顺公司，这是违反中嘉交易案的承诺，是踏着独占的红线。NCC 20号罚中嘉的12间系统经营者1间102万，计共是罚1440万，而且要求要限期改善。各界关注3立入股中嘉证券丰顺公司违反中嘉交易案付款，媒体经营者同时有并独经营权，引起媒体掌控争议。甲 NCC 监视中心审视3立案的讨论，对此 NCC 讨论了后，立时裁罚中嘉所属12间系统经营者，总共罚1440万，要求其改正，并裁罚1440万。委员会认为这个事情会影响整个产业的秩序，所以委员会认为他要在8月31之前改正完毕。NCC 也要求丰顺限期改正，若无执行，相当罚30万。也毋过 NCC 委员李丽芬甲王维正认为业者的违规行为，较歹采取，提出无同意书，建议 NCC 应该先对丰顺救济，高受罚增加对违反付款规定的相关处分罚款。另外，对假电视承诺全时代无制播政论性单位节目，所伫大选进程制播政论节目无符合营运计划 ，NCC 也给警告。警告在行政法上，它也是一个处罚，它同时会记录到我们的这个处罚的次数里面了，对于它未来的整体的那个评鉴跟换照，其实是有重大影响的。另外 ，NCC 对中天新闻台做出无要互因换照的决议，引起真侪诉讼。NCC 强调，对中天的26件裁处中，已经有14件由 NCC 胜诉确定，加处分确定，2件 NCC 败诉确定，搁有10件有关咧诉讼中，并无所谓连败情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